打造溫馨私人空間，自然主題貫穿全屋。主人房整成地台設計，配合大衣櫃提升儲物空間。天花板嘅古典吊線加上柔和深光，令人好快就進入放鬆狀態。由於咧客廳咧同埋其他房咧都係預留咗好多空間俾小朋友啦，咁業主佢哋兩位嚟講咧都想有翻一個私人嘅空間，一個二人世界。咁所以咧我哋會喺個主人房度咧將個顏色啊各樣嘢都搞到溫和啲同埋溫馨啲，咁同埋幫佢做咗大量嘅衣櫃啦，咁佢哋可以放翻自己嘅衫，唔使話再可以其他衣物擺咗喺個小朋友嗰度。浴室牆身就採用咗獨特黑紋磚，貫穿整個設計嘅自然主題。兩間睡房係屬於戶主兩位小朋友，天花就安裝咗小朋友至愛嘅米奇米妮吊燈。為咗進一步節省空間，睡房就向走廊天花借位，打造入牆式頂櫃。